萨尔哈，萨尔哈以弓箭手的形象，夏瓦日以猎人的形象等印度圣地许多成就之在者显现出等种性等什么极其低劣的形象，极其低劣的形象，所以对任何行为都不能生邪见，对于上师的任何行为都不能生邪见。应当为意观清净心，如因也是功德藏诸行不应生邪见，圣地数多自在者，显现列种恶行相，恶劣之中即恶劣。如果将那些形象看作是邪行，观其过失的话，则如颂名，常处于佛亦见过。虽然是佛，但是也会有人见其过失。往昔世尊的兄弟，就这里有世尊的兄弟善求比善心比丘的故事。那前面就是有嘛，这是如颂名嘛，是不是？是。常处与佛亦见过。虽然是佛，但是也会有人见其过失。虽然是佛，但是你如果是在佛的身边相处他的时间太长的时候，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过失，佛的过错。那么这些一切都是并不是佛的过错，但是众生的心就是这样的，众生的我执跟众生的烦恼就非常严重。所以就是今天把佛都是看作是普通人，或者是这个很怎么说呢，不如法的一个这样的导师善心比丘的故事，我们慢慢的看一下，这个方面可能不需要特别多的解说，我们慢慢念下去就可以。比丘于24年中做世尊的世子。他精通12藏，并能不参阅经文传讲，但是他看世尊的一切行为都是欺狂的。他想，除了密熏光的，除了没有一行光的差别，他的意思就是他自己，除了跟佛陀跟他们那个比较起来的话，他没有那种一行光的那个身上的这个光，世尊就是有身上有光嘛，所以他没有这个光以外呢，他的意思就是他跟佛陀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二人完全相同。生起这种邪分别念后，他说24年为如虎，出生具有一寻光，芝麻须的无畏见，知法我甚无。什么？莫为普说完就离开了世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他就是在佛的身边呢，就是那么长的时间，在24年的过程当中，24年里面都是一直在佛的身边，但是他最后就是从佛的身边没有看出任何一点点，就像芝麻大小的一个功德，他都没有看出来然后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怎么说呢为他当奴仆。他自己认为呢，就是怎么说呢，那个为世尊做的一切都是相当就是自己占的一个奴仆的一个行为，相当就是
那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他就什么好处都没有，有这种的想法，而且是不想再做师尊的身边服务，然后就离开了。那他的想法就是讲法的方面，就是精通怎么说呢，显密经典等等各种各样来说的话，就是我跟师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那当然他也是在24年当中就是学习了，那应该是就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学问吧。但是我们经常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修这3个都是必须得要具备的原因都在这里，这也是可以从这些也是可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听得出来。一个人刚是学习佛法，精通了所有的显密的一切的经典的一一的内容，也是没有去思维，没有去修持的情况下，把这些道理没有在怎么说呢，融入在自己的内心当中，没有调伏自己的内心的情况下，那么没有任何的用，只是会增加自己的傲慢心，到最后呢，就是连怎么说呢，佛陀都不会放在心里面，也不会当作是佛来看，也是会看作一个非常狡诈的欺骗众生的一个人。他把佛的一切的这些方便法门，都化不同的各种各样的众生的善巧方便法，都是当做一个非常狡猾的一个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骗众生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方法来看。所以呢，自己的内心当中已经有这种的坚固的一种邪的分别念，那就没有办法能够可以再调回自己的心。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修行人，今天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当然可能也许会想，那我才不是那样的人，会这种想法。但是我们从小的部分去看，从自己的小的行为，就是在很细微方面去思维，有没有这些对上师、对金刚师兄、对传承，或者是这些方面有没有起这种邪见啊？有没有可能会起这些邪见？这些都要看，这些都是为了自己有的就是立刻就马上要做忏悔，而且我们前面就是有讲嘛，就是要有忏悔心。知道这样的时候呢，就是马上就知道因果不许，而且就像因果不许的道理一样，因果呢，就是你内心里面起了一个恶的分别念的时候，也记一个账；如果你就起了一个善的分别念的时候，会记一个账，同样的道理。所以诸佛菩萨的神通跟诸佛菩萨的大智慧是骗一切众生的所有一切的思想跟所有一切任何。所以这种时候呢，就自己就是必须的就有愧疚的心跟用亏信跟有忏悔的心来马上忏悔不要以为是什么我现在在心里想什么上司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心里想什么金刚师兄也不知道，所以就是在表面上假装好好的就可以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并不是欺骗上司，也并不是欺骗金刚师兄，从根本上来说的话，就是欺骗自己。我们任何一个人必须得要面对死亡，面对生老病死，这个是谁都免不了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到了中阴恐惧的时候，到了死亡的这个阎罗王的这个跟前的时候呢，比现实更严重的恐惧感，比现实更严重的无助的一种这种感受呢，只有你自己要去感受，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替你感受所有你造的业。所以这些方面来说到，我们是从细微的方面去想，过去有没有这种邪见，现在会不会产生这种邪见？如果是过去有这些邪见的情况下，好好的去忏悔；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欢喜的去回向。如果是现在会不会有的话，就是立刻阻止自己不要有这些的想法。如果一旦有这些想法的话，那么变成我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呢，自己把自己逼到已经是没有办法
然后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介入当中，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怎么呢错误之中要醒过来，要改变过来如果是没有就是会产生这种邪见跟产生这种本本念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可能的话，那就更加的要欢喜，而且并要祈祷将来在生生世世当中不要产生这种对佛也对禅乘对上师不能产生任何这种邪见，就是到能够可以在获得菩提果位之间都是顺利圆满的修持要得到成就以这样来祈祷，这些都是我们在所谓的修行人就是应当要做的事情。自本作人着